第一课：简单的爱情。课文1：孙悦和王静聊王静的男朋友。听说你男朋友李进跟你是一个学校的，是你同学吗？是的，他学的是新闻，我学的是法律。我和他不是一个班。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。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，他一个人踢进2个球，我对他印象很深，后来就慢慢熟悉了。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他不仅足球踢得好，性格也不错。生词：法律、俩、印象、深、熟悉、不仅、性格、专有名词：孙悦、王静、李进。课文2：王静跟李老师聊他要结婚的事情。李老师，我下个月5号就要结婚了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们不是才认识1个月？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。2个人在一起，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。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经常一起打球、唱歌、做菜。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，祝你们幸福。生词：开玩笑、从来、最好、共同、适合、幸福、专有名词：理。课文3：高老师和李老师聊结婚后的生活。听说您跟妻子结婚快20年了。到6月9号，我们就结婚20年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生活一直挺幸福的。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很新鲜，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但是现在2个人共同生活，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。您说的对，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。2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就会有很多问题。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，你们才能更好地一起生活。生词：生活、刚、浪漫、够、缺点、接受、专有名词：高。课文4：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。那什么是浪漫呢？年轻人说，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，你不会给他星星。中年人说，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0点，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。老年人说，浪漫其实就像歌中唱的那样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其实，让我们感动的，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。有时候，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。生词：羡慕、爱情、
星星，即使，加班，亮，感动。课文5。说到结婚，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。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，但两个人共同生活，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，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。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，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也会变得很有意思。在我难过的时候，他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。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。结婚快10年了，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，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。生词：自然、原因、互相、吸引、幽默、脾气。第2课：真正的朋友。课文1：小夏和马克聊马克的中国朋友。来中国快1年了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？开始有点不习惯，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。那就好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。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、逛街、踢足球。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。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，正好一起去吧。生词：适应、交、平时、逛、短信、正好、专有名词、下、马克。课文2：小李和小林聊同学聚会的事情。星期天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吗？能来。班里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来多少人？差不多一半吧。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。是吗？毕业都快10年了，真想大家呀。对了，今天早上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，她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。她这次是来旅游的。那太好了，麻烦你跟她联系一下，请她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。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，6点半，别迟到啊。放心吧，星期天6点半见。生词：聚会、联系、差不多、专门、毕业、麻烦、专有名词、林、张远、上海。课文3：孙悦和王静聊他们的朋友。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你真年轻。这是上大学时的照片。一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，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。旁边这个人
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吧？你们现在还联系吗？当然了，尽管已经毕业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，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。真羡慕你！我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去了南方工作，我们俩已经好久没联系了。我一会儿就给他打个电话。对，要知道，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有一段真正的友谊，是多么不容易。生词：好像、重新、尽管、真正、有益。课文4。每个人都需要朋友，朋友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。离开朋友，我们的生活一定会非常无聊。那么，怎样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呢？当然，要有好脾气。一个脾气不好的人，虽然不一定让人讨厌，但是却很难跟人交朋友。因为没有人会喜欢跟一个总是容易生气的人在一起。我们还要经常跟周围的人交流，交流能让人们互相了解。如果有共同的兴趣、爱好或者习惯，就更容易成为朋友了。生词：丰富、无聊、讨厌、却、周围、交流。课文5。人的一生可以什么也没有，但不能没有朋友，而且必须要有自己真正的朋友。什么是真正的朋友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有些人觉得，朋友就是能和自己一起快乐的人。有些人觉得，朋友应该像镜子，能帮自己看到缺点。而我的理解是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真正的朋友会站出来，及时给你帮助。当你无聊或者难过的时候，真正的朋友会陪在你身边，想办法让你感到幸福。生词：理解、镜子、而、当、困难、及时、陪。